伞呢？掉伞啊！哎呀！参见太师。自从得了美人了后啊，我每件事饮酒太醉。哎呀，已经有多年忙有上朝了。太师，我很希望你唔好生气。哦，表示为何啊？太师，你有所不知，方才嘅门外有一条戴金冠之人，条条捏捏，托嘅条看神俏吧。啊！警官，该系礼部啊！哎呀，刁山啊，这礼部是旧式之徒，同样你再看见，小心提防啊！对了。哎呀，走！参见义父。哎呀，旧式之徒，小心提防！礼部，你多次何事某事？啊，嘿嘿，礼部，你爱虽为夫子，唔过了见风，哎，不能随便随意，以后爱来还得是要同步一声。明天老夫就要上朝，你一同前往，下去准备吧。下去，哎呀，叫难的呀！那不是但要你我父子一从，我替我众人满吹，万不赶快让我退下。遵命。太师啊，方才我看到礼部怒气冲冲，不知发生何事啊？何事？方才礼部因牙见风，挑弄我的妻子貂蝉。你讲，两人是你介绍来的，样板哥哥。哎呀，太师，你就莫起来啦！上了礼部啊，让你做安多的事情，建立安多的汗马功劳，真见真缘。俩是当然啊，上了貂蝉啊，只不过那个小小的儿子，好叫委屈啊。上了礼部啊，真是太师的心腹太将，那是将貂蝉献本给俩礼部听闻。万将太师三思啊！哎，老夫爱明白了，下去吧。晓得。等下。老夫明天要上朝，你去吩咐喊其一同前往就是。遵命。快去吧。太师，方才这位将军既是何人？是我的儿子礼部。太师啊，太师，小的礼部对我无规无矩，这事情那个传扬出去，我样办做人？太师，你为了我做主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新官呢？
老夫我也唔判定你啊！来，同样佢在做出此事，老夫我绝对冇强迫佢。多谢太师。哎呀，刁山啊！同样老夫将你许配本礼部，你想用办呐？我感念苏轼，不言哎苏呀，老夫失言了，老夫失言了啊！天起嘅理想，既老李波早有交情，怎会讲出此话？却无顾太师嘅面子，老臣妾嘅性命啊！哎呀，忙错，天气嘅理想不改。哎呀，心肝你啊！来，带老夫好好劳你派吹。老夫啊，宋朝啊，有话拜哟来哟，汉朝无言啊，敢抬头啊！参见万岁！众卿免礼。下万岁！参见太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免礼，免礼！爱卿唐人讲，18路诸侯起兵造反，地步虎牢关，意图沿向天高战，是如何战犯？万岁呀！我自奉先，曾英雄啊，世事冲天，难上啊勇，但面对天有关中啊！后英雄体，父啊，保佑啊！呀，有时我自奉献，奉天发给一出。哎，我自奉献才来为，我自奉献才来为。就到我养兵莫将嘞！哦吼，来了到嘞！奇怪，因为一届届对等下台呀。
你都有看到我贴牌嘅何喜出没？哪一处？两狗相长。哦，哈哈，原来老牛相爱生嫩草，两只也变多嘞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就是李将军那去倒来，老记讲，我在风雨亭定记准备。雕山，雕山，心中之大，路七分，八点我是灭，银轮灭银轮，人才相中，心不天，为真东府失，前门失前门。可恨相夫不改，也望提点夫子情分，强占雕山。我建议相夫上朝，非准夫从，爱就请雕山盘问自色，便了。小姐人才哪位？小姐在风雨亭定后将军。哎呀，有看到我嘅雕山冇啊？小姐在风雨亭。哦哟，佢有看到你不冇？也在风雨亭。哈？你去嘅做乜嘢啊？记得这个这个哪个啊？乜嘢按到这个那个啊？你弟弟该。人不太平哦！哎呦！真情，真乃我有苦求难开，有心难伸手。愤气不能称心面，风雨亭上来会面。你看我已经帮太师做妾，岂嫌我不什么？是因你呀！
善做事，不应当啊！唐安原来杀断将，本应太师，是你不讲啊！用八应啊，配了啊龙。我父亲就爱喜配姻缘，自梦惊险弥漫。不过其他事三大爱为强，爱言上一时，上计才朝做有权有势，爱哪来是连同爱嘅父亲都输出呀！挑山，你心中所想，爱做做明白，你并非有意实践，那个逻辑不应该，爱你波今生今世，切不辜负你挑山。只怪爱讲啊把那太无话理呀，开记了啊言，流泪心中悲呀。爱不休了啊你，红衣身难，只求今那身，红衣是啊。本想啊做啊你，爱恋那因难，有谁的平啊天呀，一方啊因难。该是路啊天啊，莫言那心啊，就是呀当啊前，一出啊心啊。又唐雕山，福真情叽叽唱真，唱爱心啊！自己
好hình hành眼目不明，不受不变是神经，貂山呐，奉献呐，爱该起呀，父王。万难呐，关难眠，见真呐，情呐。怪已是风了神。辜负貂山一片情，都给你长的波来临，伤心难迎送天庭，来不及千言万语来诉情，来不及三昧